咱台湾人过年拜拜，就要有法果，春分第二年，爱对过年暗更加上元面。那生果也袂当对不公道退落，因为果发愈高，代表今年的愈发。带乡亲来了解咱台湾人过年的风俗。新正年头，大家会食猪粿甲法粿，不过你讲知影和伊有关系？台湾俗语是啥物？吃天地生好心，我不知道。我大概发啦，啊，对唔对？其实台湾有袂少俗语，真有台湾味，和华语一寡足好的话所代表的意义有争差。像华语讲的“步步高升”，是指年糕的“高”之音；不过台语的年糕叫做“粿”。人讲食甜粿，逐日都好过；食甜甜粿好年。啊，若食法粿，就是要食好大发财。伫咧华语讲的“年年有余”，伫咧台湾文化，鱼是三星之一。伫咧台语就无“鱼”这个音，颠倒是指拜拜会菜饭春花来代表。年年有春啊，另外一种就是讲，你一定要有当年菜。像咱中部北部是拢食挂菜，下港遐吼拢食白凉仔菜。即个年吼，久久长长的意思以外，甲咱士大人来祝寿。新正年头，嘛有人伫厝内会食有挂葱头的葱啊，要食甲头毛脆像白；嘛会食菜头，代表好彩头；食枣啊，代表年年好。众人都拢望新年有好代，2021年牛年养那牛，平安健康大赚钱。记者阿敏珍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